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？知道。东海岸很漂亮，你现在去都很漂亮，对，现在都还没有盖什么房子，但是我怕有一天它会变像垦丁一样，垦丁以前也很漂亮，就是我去在还没有那个春天呐喊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的垦丁很漂亮，海滩真的是白白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什么垃圾的，也没有房子挡住风景。你要现在去开车一路上风景都被房子挡住，看不到风景的。啊，你要看风景，你要停车他可能要给你收100块，啊，没有的话住饭店3、4千块，海景第一排可能还要更贵。我害怕我的家乡变那样。当初很多饭店也说要给我们就业机会，可是我都觉得钱都被他们赚走了，我们一辈子都只能赚那个。就是员工啊，扫扫地啊，整棉被啊，偶尔可以看到署秘去饭店唱歌啊。我不知道，我突然害怕起来，我应该要做，我需要更有力量做这些事情。人的发展有很多方式嘛，我不觉得破坏自然之后再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是最好的发展方式。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原住民，我们自己 BOT 嘛？政府投资我们30亿好了，我自己随便讲的，泰币吗？我们办法，我们自己想办法来盖。我们可以做生态啊，我们可以盖传统屋啊，就是全部都是传统的房子，矮矮小小的，就是用当地的建材来盖房子，就全排传统屋，不是很漂亮吗？整条都是传统屋，然后有 WiFi， 你可以去那边打卡啊。也可以给部落，就是这个盖传统屋的技术只有原住民有嘛，然后给部落的人，这个钱才落落实实，就让大家赚啊，大家就是做民宿的都可以赚钱，我们不用大饭店了，你好好帮我们行销拍广告，找署名代言啊，砸个200万拍个代言的 AV 也不错。就打赤脚奔跑在那个传统屋前面，是啊，享受台东的阳光吧。这样很好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棒，又不会破坏自然。重点是那当地的人文气质也不会因为功利主义被破坏掉了。我要的是这个，就是连自然、连人文都可以被好好的就是保护下来，而且还有更有不一样的发展。然后 BOT 的事情还没停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联手，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反对 BOT 的一些方式，就是联署这样，就是除了就顺便加入我署名的粉丝团，然后旁边有联署，那个用网络嘛这样子，所以叫你们帮我们去抗议，好像也说不过去。抗议很辛苦哦，曾经都是在抗议的。这是跟你帮我做的，他帮我做的一个布条，就是守卫传统领域，对。很酷哎，而且他们用原住民的姿态，好小小的动作，谁得巴拉？谢谢你们，很辛苦。让保护土地、保护地球变成大家的责任，不是只有原住民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当纳美人没有，可是你们可以参加原住民，有我们在这里。希望随时大家可以加入我们。我想要唱这首歌，很多人很爱都兰，但我希望是真心的，所以我唱了这首，写这首歌叫《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》。谢谢大家。忘记请我的鼓手了。开灯！好朋友，鼓手杨美。